18樓 C 座。編劇洪太郎，監製馮志峰。功過誰定係由金剛、朱雪梅、陳慕賢、李錦、何文光、陳聰聯合播出。早晨啊，咁多位。早晨啊，輝仔。早晨。做乜啊？落雨喎，你都唔擔遮嘅，成隻落湯雞咁。唔係好大雨啫，費事拎住把遮重啊嘛。哇，係咁舊年佔領運動嗰陣啊，你日日拎住把黃色嘅遮去金鐘啦，去旺角啦，又唔見你嗌把遮重。啊，你個死肥佬啊！晨早流係咪嚟關我嗌先啊？你個輝仔啊，連遮都懶得拎。唔俾人叫廢青點得啊！哇！呢度咧係咪周記嚟噶？今日咧個個都咁戰鬥格嘅。輝仔唔好理佢，食咩先？阿紅姐個菠蘿包咧好似幾好食咁。咁我都食菠蘿包啦。咁啊唔少得金牌咖啡啊，唔該。好快，等陣。剩一斤未夠啊！你冇主見嘅咩人食？紅姐啊，好嘢唔怕跟啊嘛。咁政改都係好嘢啫，你又唔跟？又唔同喎。你覺得好咧，唔代表我覺得好噃。啦，輝仔，你個菠蘿包嗱，跟金牌咖啡咁快，唔該陳嫂。好，唔該。哎呀，等我移開啲我個包先，費事你食錯咗我個包。啱啊，同胞勿近啊嘛。喂，你想死啊？咩同胞勿近啊？後生仔冇亂講嘢啊！係啊，輝仔，我哋啲老人家咧，好怕聽到呢4個字噶，唔好攞嚟講笑啊！我知，冇話三姑，你講6·7暴動嗰陣，啲左派周圍放菠蘿，為免炸錯自己友咧，就寫住同胞勿近啊嘛。嗱，唔使驚，三姑，當年6·7暴動嗰個大旗手楊光死咗啦。真係死咗啊？真噶。星期六嗰日啊，我同胡鬚仔入場跑馬仔，又會咁啱噶。胡鬚仔講俾我聽啊，嗰日係本季賽馬嘅第67場賽事，哇，6767真係好邪門啊！一啲都唔簡單。哇，咁邪門，咁有冇帶挈你發達先？的士哥，廢啊！我發咗達啊，就唔使喺度等開工啦。講個秘密俾你知啊，工聯會1948年成立，今年呢都係第67年啦。又係咁啱嘅，67啊！喂，咁都未算喎，佢連死都揀喺5月16號先死喎。咩啫？5月16號好特別咩？1967年5月16號，香港左派因為新蒲崗塑膠花廠工潮事件，宣布成立咗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，即係我哋叫鬥委會咧。咁邊個做主任你知唔知啊？咪就係呢位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咧。世事真係會咁啱得咁巧噶嗬？反英抗暴喎，到而家都仲有人成日掛住港英時代嘅日子。咁會唔會佢死心不息，覺得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啦？你腳跟黐脷根啊？唔好侮辱國父啊你！咩啊？革咩命先得嘅？係暴動，一場暴動死咗51個人，包括商台嘅主持林彬先生同佢嘅堂細佬林光海，受傷嘅800幾人。警方處理咗1100幾個真嘅炸彈，最後咧拉咗1000幾2000人，包括我哋嘅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。係咯，6·7暴動同舊年嗰場佔領運動比，咁啊真係蚊比同牛比啦。舊年佔領運動一個人都冇死到噃，阿紅姐口中嗰班廢青亦都冇放過炸彈。反而警方咧就放咗87個催淚彈啊真。其實香港人咧有好多都唔想再提起6·7暴動呢啲嘢噶啦。陽光好多人都唔知佢乜水啦。如果唔係老董喺2001年頒個最高榮譽嘅大紫荊勳章俾佢啊，睇怕都冇人會再提起佢啦。就係咁簡單啦。哎呀，無端端啊頒個荷蘭水蓋俾佢，仲讚佢表現出色喎，梗係多人嘈啦。喂，我邊方面表現出色先？公運喎。但係老董提都唔提下6·7暴動嘅事喎。睇開啲啦，肥佬你都知噶，老董份人噶啦，唔提咧唔存在噶啦嘛。萬般帶不走，唯有業隨身。而家終於都塵歸塵，土歸土啦。
個大紫荊勳章都帶唔走啦。咦，咁今次特區政府有咩講啊？有咩講啊？CY 就溜咗去旅行啦。由署理行政長官林鄭發表聲明，話佢多年來咧積極參與香港嘅工運，對勞工福利咧有突出嘅建樹。仲話佢咧長期為廣大基層服務，貢獻良多喎。係肥佬，呢段聲明咧好低調噶啦。嗱，成段說話其實同上一次頒大紫荊勳章嘅聲明咧係一模一樣噶。嗱，不過政府都知道呢個人咧太有爭議性啦，所以咧就改咗最尾嗰句。嗱，唔話佢表現出色，即係話佢貢獻良多咯。黐筋啦！表現出色同貢獻良多都係有讚冇彈。呢番說話如果係出自 CY 把口都算啦。喂，但係林鄭話晒佢都係港英時代培植出嚟噶噃，佢咁樣講法係咪好似有啲食碗面反碗底咧吓？咁都係搵食啫，肥佬。處理行政長官咪處理嘅啫嘛。林鄭把口講出嚟啊，啲左派人士好冧噶，證明佢哋統一戰線思想工作成功啊嘛，連港英餘孽都跪低啊，就係咁簡單咧。咁把炮，係。咁不如捧阿林鄭出嚟選特首啦，喂吓！林鄭咪講咗佢老公詐型咯，佢要翻屋企做煮飯婆啊，唔出嚟選噶啦。係啊，CY曾幾何時都話自己 N 屆都唔選啦。係咯，喂，你哋放過林鄭啦，佢都係搵2餐啫。搵食使唔使去到咁盡啊？政府可以就咁發個聲明咪得咯，再唔係寫個網誌啦，係咪？而家啲高官興噶。唔使下下親力親為，親自講出口噶嘛？咁處理法仲咪低調，係咪先？咁講出口咁又點先？犯法噶？你死啦！你叫林鄭啊？哎呀，死仔包嚟你正嘅，我講1句你頂10句，你真係一言九鼎啊！你真係人都死咗啦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歷史自有定論。但係特區政府嘅做法咧，今日真係值得商榷啦。話陽光多年來積極參與香港工運，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嘅建樹。喂，究竟係咪真事先？哥哥點會唔係事實啊？係咩？工聯會話楊光先生一生愛國愛港，大半生呢都獻咗俾工會同愛國工運事業，為爭取同埋維護工人權益付出畢生嘅精力啊！黐筋啊！工聯會有佢哋嘅立場，佢唔係政府，佢中意講乜嘢都得，但係講嘢喂都要經下大腦先得嘅。哥哥，咁你即係話佢哋講嘢唔經大腦啊？搞完暴動，港英政府會唔會睬你工聯會啊？係啦，即係等於咧佔領運動完咗，政府直情拒絕同雙學三子、各界泛民溝通一樣咯。喂，6·7暴動之後咧，香港係有好多社福同埋勞工政策出咗嚟喎，改善咗低下層同埋工人嘅利益喎。但係嗰啲政策咧，都係因為港英政府為咗安撫民心、穩定社會而做嘅啫。咁我老爺叔話6·7年暴動真係改寫咗香港嘅歷史。房屋教育醫療同社會福利各方面呢都改善，香港由大亂變成大事，成為咗世界知名嘅東方之都。但係呢支絕對唔係陽光嘅功勞喎。哎呀，三姑，咁咪當佢冇功勞咯，都有苦勞啦，係咪咁話吓？其實當年老董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佢已經俾人話做錯啦，以為政府知錯能改，點知而家咧再次表揚佢，咁一錯再錯。特區政府有冇顧下6·7暴動嘅死傷者家屬嘅感受啊？咁樣做法啦，咪即係喺人哋家屬嘅傷口再次灑鹽。6·7暴動嘅旗手楊光就死咗啦，特區政府同工聯會咧就梗係美言幾句啦，話佢對香港嘅工運同埋工人福利都好有建樹，對香港嘅基層亦都好有貢獻。唔係嘛？有咩貢獻啊？
佢有冇幫我哋爭取全民退保、最低工資、標準工時咁啊？係咯，嗱講真啦，到依家咧我都唔明佢有咩貢獻，仲要到咧可以令到特區政府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佢咧。嗱，如果因為工人權益嘅話咧，咁當年職工盟嘅劉千石啊，今日工黨啊李卓人啊，街工梁耀忠，甚至掟蕉而唔係掟菠蘿嘅黃毓民，都應該排住隊擔凳仔去攞個大紫荊啦。佢哋都係為咗工人同基層市民爭取好多權益翻嚟噶。你覺得佢冇貢獻啫，但係佢反英抗暴，忠心愛國喎。嗱，唔係話佢爭取工人權益嘅咩？做乜忽然聲咧變咗反英抗暴啊吓？呢個楊光咧話就係話佢係6·7暴動嘅總指揮大旗手啫，但係其實啦，佢都係聽人點嘅啫嘛。鬥委會背後啊有更高嘅話事人噶，只不過咧佢個心口掛個勇字，行先死先啫。行先死先唔使負責啊！佔領運動啊，政府夠話有外國勢力啦，但係佢哋啊又唔去拉嗰啲外國勢力，淨係向示威者埋手。喂，輝仔，咁係前港區人大吳康民講過㗎，6·7暴動咧係基層不滿現實，同埋文革極左思潮相呼應，再加埋咧當年駐港嘅新華社嘅錯誤領導，三者結合就搞出一個錯誤嘅騷亂，實際上啊同中央最高領導嘅基本政策咧係相違背㗎。喂，咁你點睇咧？點睇啊？你死啦，死肥佬！咩？你咁講法，咪即係話當年老董係漠視中央最高領導嘅基本政策，夾硬頒個荷蘭水蓋俾楊光。哎呀，你搞分化！你真係屎隻包嚟嘅真係啊！好聲好氣同你講你好學唔學埋啲語言藝術嚟玩阿叔？你真係你哎呀，唔好嬲氣。阿輝仔食有位啫，度叔，其實啱啱回歸冇耐咧，民意對中央同特區政府嘅支持度都係好高噶，甚至試過咧支持中央仲多過支持特區政府添。咁但係點解依家特區政府嘅民怨越嚟越深啊？咪就係政府成日做埋啲戇居嘢咯，頒個大紫荊勳章俾個咁有爭議性嘅人。你話啦，社會唔分化就假啦。的確係有一味淨係識擦阿爺係顛倒晒是非黑白，咁就唔係愛港，係禍港啊！其實啲擦鞋仔啊，知唔知佢哋咁做，有時會令到中央好尷尬噶。頒個大紫荊勳章俾人，係咪鼓吹暴力、認同抗爭先？問題就咁簡單呢？所以啫，如果有人話啲6·7暴動嘅青年人呢係何罪之有嘅話呢，咁舊年佔領運動嘅青年人亦都有何罪之有呢？係咪？但係警察咧依然係亂咁拉人，亂告一通。你個輝仔啊，調翻轉頭啊，嗰班泛民唔係一樣咩吓？逢中必反，咁對社會又好可咩吓？時代係進步嘅，人都越嚟越講道理、講文明啦。講道理、講文明啊？係啊。建制派係咪越嚟越講道理、講文明咧？我唔知，但係啲差人肯定唔係。為咗驅散示威者，警察掟87個催淚彈出嚟。如果唔係背後唔知邊個高人喝住咧，可能仲掟得多啲添啊！掟催淚彈咪算好咯，掟菠蘿你命都冇啊！周老闆唔會再掟催淚彈噶啦，射水噶啦。警方諗住買3架水炮車翻嚟對付啲示威者，就係咁簡單咧。唔簡單噶，水炮車嘅威力唔細得過催淚彈噶。你黐筋啊！你感恩圖報啦你。咩啊？講咩啫，肥佬？講咩啫？差人定係放水炮？嗰啲示威者咪名正言順攞把黃色雨傘出嚟擋水炮咯。人哋打張好牌過你上你都唔識上真係。又係阿肥佬，今次你好嘢講翻6·7暴動啦，大半年時間啦，嗰陣時搞到香港咧經濟蕭條，民不聊生，人心惶惶。仲有老修嗰陣成日都要戒嚴噶。咁咪係咯。就算唔戒嚴晚晚都唔敢出街啦。咁舊年佔領運動都只不過係佔領咗79日啫，班建制派使乜喺度大驚小怪啫？啲經濟學家又話點樣嚴重影響經濟，結果咧咪咩事都冇，連戒嚴都唔使啦。喂，輝仔，你唔好咁樣比較法吓，你係咪想話雙學三子同班瞓街嘅廢青唔夠激啊？你想煽動群眾啊？阿紅姐
我個頭冇咁大，你唔使幫我亂扣帽子嘅。嗱，我不嬲咧都主張溝通㗎，問題係政府企硬，唔溝通不特止，仲喺度火上加油啊嘛！政府邊有火上加油啊？嗱，一場佔領運動之後，特首啊唔單止冇嘗試去同雙學三子，仲有嗰班泛民溝通，反而咧仲借港大學院嚟到借題發揮，話香港有人支持港獨。喂，咁做法唔係唯恐天下不亂，要將反對政改嘅人咧推埋牆角嗰度咩？算啦，輝仔，6·7暴動又好，佔領運動又好啦，都已經成為歷史啦，係咪？人呢係要向前看嘅，你仲後生啊！我話晒都食鹽多過你食米啊，係咪？點啊，肥佬，你有嘢快啲講啦，唔好喺度轉彎抹角啦。嗱，香港回歸咗㗎啦嘛，而家係中國人當家作主噃，你班後生咧係鬥唔過班建制派嘅。喂，打狗都要睇主人啊嘛，正所謂香港好，中國好，中國好，香港更好啊！做人呢要識得看風使舵啊！肥佬，依家唔係我哋唔當自己係中國人啊嘛，係人哋唔當喎。嗱，我愛國愛港噶，不過咧就唔係愛國愛黨嗱，所以咧咪俾人咧話我廢青咯。嗱，不過你放心，希望在人間啊，輝仔，仲有咩希望啊？中國合彩啊，風水輪流轉咯。嗱，大家都係鬥長命嘅啫嘛。嗱，幾十年之後咧，依家班建制派啊都賣晒鹹鴨蛋啦，到時啊咩世界都唔知啦。嗱，話唔定咧，到時輪到70-80歲嘅小黃蜂攞大紫荊勳章，話佢對民主有貢獻咧，係嘛？講完。喂，你黐筋㗎，你讀書讀壞腦啊！你嘅死仔包，我未講完，你去邊啊？喂，去邊啊？翻屋企聽18樓 C 座啦，聽阿周老闆講嘢啊，好過聽你死肥佬發瘋啦！18樓 C 座之功過誰定，經已播放完畢。